路加福音路加第1章。所尊敬的提奥菲罗先生，伫阮中间所发生的代志，已经有真侪人整理佮编写。这个代志是照遐个对起头就亲目看见的人，甲团队的人所传授互阮的。这个隆重的代志，我有对头到尾详细查考，才想讲，着为着你，照顺序写出来，互你通明白所学习的道理是确实。迄日做犹太王的时，有一个阿比亚班的祭司，名叫做撒加利亚，伊的某伊丽莎白，嘛是祭司阿伦的后代。因两人完全遵守主一切诫命甲规例，互上帝看做义人。因无囝，因为伊丽莎白未生，因两人嘛拢已经真老。有一日，撒加利亚值班，伫上帝面前执行祭司的职务，照祭司职的规例。伊抽着口就入去主的圣所烧香。伊在烧香的时，规大阵民众伫外面在祈祷。有主的一个天使显现，徛伫香坛的正边。撒加利亚一个看到，真着惊，非常不安。天使甲伊讲：撒加利亚，毋免惊。因为上帝已经听到你的祈祷，你的某伊丽莎白会甲你生一个后生，你就甲伊号名叫做约翰。你会欢喜快乐，真侪人嘛会因为伊的出世来欢喜，因为伊伫主的面前会做大人物，薄酒高酒伊拢袂用得啉，伊要伫舞台就互圣神充满。伊会互真侪以色列的子孙归向主，因的上帝。伊会用先知以利亚的精神甲能力来做主的先锋。伊会互父母甲囝儿好好，互背逆的人转往内底义人的意念，互子民准备便通迎接主。撒加利亚对天使讲：我着安怎？才会知这个代志？我已经老，我的某嘛遐侪岁啊。天使应讲：我是伫侍候上帝的加百列受派来传话，对你报一个好消息。一直到这个代志应验迄日，你会下到袂讲话，因为你无相信我所讲时到会实现这个话。迄时，民众在听候撒加利亚，因真奇怪，伊哪会入去圣所遐尼久？伊出来时，煞袂当对因讲话。因才知伊伫圣所有看见异象，伊也袂讲话，一直对因比手。撒加利亚服侍日期过了，就转去厝里。过无偌久，伊的某伊丽莎白怀孕，5月日久无出门。伊丽莎白讲：主遮尔看顾我，教我拄起伫人面前的见笑。伊丽莎白怀孕第6月日，天使加百列奉上帝差派到加利利一个城，叫做拿撒勒。去见一个在色女，名叫做玛利亚。这个在色女已经甲大别家一个人，名叫做约瑟订婚。天使到玛利亚遐，对伊讲：平安，你是众妇女中间上有福气的，主甲你同在。玛利亚因为这个话非常不安。心内一直在想，这个请安是什么意思？天使对伊讲：玛利亚，毋免惊，
因为你有得到上帝赐福，你会怀孕生一个后生，你就甲伊号名叫做耶稣，伊会做大人物，人会称呼伊做至高上帝的囝。主上帝会将伊祖先大笔的王位予伊，伊会永远统治雅各的子孙，伊的王国无穷尽。玛利亚对天使讲：我还未出嫁，哪会有这款代志？天使应讲：圣神会临到你，至高上帝的权能会庇荫你，因为安尼。迄个得要出世的婴仔是圣的，人会称呼伊做上帝的囝。你看，你的亲情伊丽莎白，伊虽然年老，嘛已经有怀孕一个后生。人讲伊未生，毋过伊已经有生6个日，因为上帝无一项代志做袂到。玛利亚讲：我是主的女婢。愿照你的话，伫我身上实现。天使就离开伊。过无偌久，玛利亚出发，赶紧去犹太山地的一个城。伊入去撒加利亚的厝，甲伊丽莎白请安。伊丽莎白听到玛利亚的请安，腹肚内的婴仔就着跳。伊丽莎白互圣神充满，大声讲：互人人中，你上受祝福，你腹肚内囡仔嘛受祝福。我的主的老母来访问我，我哪会堪得？因为我一个听到你请安的声，腹肚内的婴仔上欢喜着跳。相信主甲伊讲的话，一定会实现。迄个妇人人真有福气。玛利亚讲：我的心尊主最大。我的神因为上帝，我的救主来欢喜，因为主有看过伊卑微的女婢。对答以后，万世代的人拢会讲我有福气，因为全能的上帝有为着我做伟大的代志，伊的名是圣。对敬畏伊的人，伊怜悯因到世世代代。伊伸出权能的手，赶散心骄傲的人。伊将掌权的对宝座拖落来，卑微的人甲因高升，骄傲的人伊因好面，互因巴掌；好野的人伊赶因空手出去。伊辅助伊的仆人以色列，为积极甲因怜悯。伊照对咱祖先的应允，怜悯亚伯拉罕甲伊的子孙到永远。玛利亚甲伊丽莎白做下大，差不多3个日，然后回去因兜。伊丽莎白生产的日期已经到，就生一个后生。厝边甲亲情听讲主有大大怜悯伊，就甲伊做下欢喜。囡仔出世第8日，因来要甲伊割礼。佮照伊的老爸的名叫伊做撒加利亚，毋过伊的老母讲，毋通就甲伊号名叫做约翰。因对伊讲，恁亲情中间无人号即个名。因就用手比问囡仔的老爸，看要甲伊号什么名。撒加利亚讨一块写字板，写讲。伊的名是约翰，大家拢着惊。迄时，撒加利亚随时开喙讲话，称赞上帝。厝边隔壁拢真着惊，全犹太的山地拢在谈论这项代志。听到这项代志的人想讲，到底这个婴仔会成做什么款人？因为有主的权能甲伊同在。约翰的老爸撒加利亚互圣神充满，有言讲：要称赞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因为伊有看过，佮救赎伊的子民，伊对伊的仆人
大笔的家，甲咱设立一位有大气力的拯救者，照伊伫古早通过伊圣先知的嘴应允讲，伊要拯救咱脱离咱的对敌，脱离一切怨恨咱的人的手。伊应允要怜悯咱的祖先，佮记得伊所立神圣的约，就是伊对咱的祖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伊要救咱脱离对敌的手，互咱无惊吓，一世人伫伊的面前用圣洁甲公义服侍伊。细囝，你为互人称呼做至高上帝的先知，因为你为做主的先锋，来准备伊要行的路，互伊的子民因为罪得到赦免，通明白上帝的拯救。因为咱的上帝温柔慈悲，清早的日头会对天顶照咱才会点伫黑暗甲死亡阴暗下的人，引带咱的脚行入和平的路。这个囡仔渐渐大汉，心灵日日勇壮。伊住旷野，一直到伊伫以色列人的中间公开出现迄日，